莲花是多年生草本出水植物，有很多荷花，品种有800种安多喎。台湾嘅莲花产业能拍河被感染，差不多20年前，台阳感染对台南拍河产业莲花来种，同隔壁嘅新屋是种有8公頃按发到，也多年下来面积越来越小嘅。感染期今年鼓励大家种，勉强还维持得到60公頃。大家睇等有限农业期成立白，还没会有成功。新武期呢，路浪村到莲花山小班的班长有6岁1代人，爱得牙基爱嫩的，种毛3公頃，班人总快路推出的哟。向下来看下台阳莲花山也被起落，要用来永久做下去呢。前日头，强烈风采200匹张离开，无数多在海台嘅莲花季停得开幕嘅。一摆北埔3个风采，莲花咪无数多在海，上来一道人下来了，同莲花田度欣赏莲花翕相。对做好来李先生系好热样嘅人，佢知道今年嘅莲花早也不多，花咪冇透过安家。是有点可惜呀，因为这毕竟还蛮有名气的，然后这样看起来很多花都是没有人照顾到的。然后加上就在大马路旁边，然后所以会有点安全上的疑虑。那我们这一次的特色呢，是整合了大型的活动进来，像是我们客家事务局的8月13号的好客音浪的一个大型活动。除了好玩之外呢，同时我们也提供非常多好吃的东西，像是我们的莲花餐。流水到莲叶嘅渡角，前里用相机翕起架，桃园莲花季兼松北同桃园都市区，人客一路嚟当道，总车面积包含观音同新北2期，主要是从台66号快速道路以北，头摆讲紧庆贺时节，总车面积加起来有几百公頃，其中观音只有80公頃客家，去年降到50公頃，今年推广又增加到65公頃，新北係對20公頃。一下降到一下，春毛3公頃。文史工作者強議歸，這樣40少年參加新北蓮花投籃之光，經過同頭擺來比，吃到手掌一道。當時倆關於新北嘅蓮花人安放嘅時節，唔是想下我背路全部都實差。安尼係講面積係要拉多，其實你打是為來。安尼但是你下因為大家感覺可能係因為利益唔係收益當多。所以呢，慢慢等可能是冇做下去，按後尾就做先講，佢嘅面積也減少，所以本大家累嘅感覺冇解則做到碩大便是美感覺。因為你新北呢一部分你關注清楚，所以講你兩隻鄉鎮今天都發展你嘅蓮花嘅休閒農業。不過第二是講，盤球來講蓮花嘅產業拄到有隻生態問題，是講，而且我講你蓮花季短短是3張嘢，容易拄到風采。觀音同新北種蓮花源頭係沿着民國80年代，泰國喺5年當洋蔥，經過抗戰、政治和氣候唔同保育生態，這樣是就對台南拍河傳入蓮花來改善水質，對一份體種稀釋。87年的時候，因為河川污染的很嚴重，那所以說，就村民呢就起來去抗爭，去抗議。那最主要的目的是讓這一條河川污染沒有那麼嚴重，不要那麼嚴重哈。那所以說，在抗議的過程當中呢，想說，蓮花的部分是可以淨化水質啊。我們是本來是要插秧的啦，插秧了13公頃多，後來政府鼓勵說要轉型啦，我們就種蓮花，因為那個配合大湖溪的整治有沒有那時候那個觀音和觀音配合88年的時候。觀音同新北各有一類搶菜產銷班，專門種蓮花，一般就講係蓮花產銷班。其中新北嘅蓮花產銷班比觀音晚1年成立，有6批本來係4天，這樣是稱為新北清華的親戚朋友共下來種蓮花。講緊慶賀時節，有10個生日種係20公頃，一幾年來扮演小小無種嘅。
有将毛病，请存到其13年继续爱下去。早期的话，我们在种的时候，县政府我们哈，那时候县政府不是市政府，县政府他要补助我们，等同于休耕，种莲花等同于休耕。那时候我们还有意愿呢，那地主还有意愿呢，所以说他们后来没有那个变转做了，一般的价钱都火大都不要做了。那个走进的那个睡莲，这很伤脑筋呢，它也很会长。莲花是用连根的方式繁殖，上到冻架，有6岁总会不会上公田，当年都可以将插草同叶的青苔。但是我一个原则上我这个莲花园我都有机的，我草刃割的，我不用打药，所以说很多那台北来的游客他看到蛮不错，这个还蛮干净，还可以钓鱼钓虾，很特色的。还有那边还有一个滑竹筏的地方可以玩，免费可以玩滑竹筏。渐渐的20年前，有6岁的莲花园动闹热，规则概念同幸福的莲花田，头蛤蟆也无多。有6岁还记得，这样事情传承家下，搭着莲花农场的树叶，一只莲花贵下来，水毛也会几800万元。那时候也蛮不错啊，那时候收入像很好呢，一个礼拜6、礼拜天70多万收入。那时候就针对卖莲子啦、莲子汤啦还有盆栽啦、叶子啦，然后有时候卖都卖光光，还有那冰品莲子冰那时候第3年的时候很多。后来因为大家看周边的居民会看嘛，基本看这些的暗红，俺们在做，俺们在做该92年、93年那个时候，观音的农场种莲花的农场会达到40家以上，达到40家以上。新北的休闲农业发展同种莲花规模同观音都比唔大，尤其新北喺北台湾种米青岛嘅，受到休耕政策的影响动态。既然休闲农业发展唔起来，还唔当专业事业，一分天水毛还输得到2、3万元。一般来讲你种无的人一起做系要种无，或2起做佢全部要种无佢几年的收入可能以甲当来讲几年收入可能20-30万扣掉成本差不多20-30万。你讲种莲花，你主要靠休闲农业。以我的经验来讲，比方说我有一块专门种白玉香莲的。如果说真的像我每年这样平均下去统计这一块的话，那一年光采收的莲子这个数字绝对会超过，除非说遇到台风。正常来讲，那4分地光采收的莲子会超过25万。林建堂是喺观音区莲花产销班的班长。佢并唔认为种莲花无产出，请佢对莲蓬采收莲子，一分天就输得到6万元卡价。韩国莲叶、莲蓬还做得准做采地食材同农村体验，附加价值远远超过生产价值。如果说以产值来讲的话，我会认为种莲花的产值会比种稻米来得高。那莲花的产值在哪里？莲花我们可以做莲花沙拉，但是占一小部分。我们会采的花是我们餐厅里面直接要用的那最主要是这个花不采是给客人观赏真的有申请到休闲农场的核准的休闲农场也只有3家。那3家的话，它已经到了最顶端。据我了解，就是说其中1家是他是做那个预约的，还有2家。包括我这一家，就是在考虑说，到底还要不要再继续换证。观音的莲花休闲农场，头蛤蟆对几间呢？青岛加有50人间，也今年天天的蔬菜呢，抢存到10个人间。王玉祥同林建堂一2间的农场，喺桃园市政府核准，韩国发展1号休闲农场。观音的莲花产业发展，对港景清河时节都也停托下来。王玉祥认为，青苔黏黏黑。热天无限沏茶，寒天又寒戳戳的，无按过建议。
因为白河那边是做生产的，那我们这边是做观光休闲。那观光休闲的话，在冬天的话有那个东北季风，东北季风是很冷的哦，寒流一来的话，几乎都没有人潮，没有人会过来这边，会稍微给人家感觉好像有减少啊，事实上是有减少的一些。那因为有些就是说，第一个，台湾本身大环境的休闲农场越来越多，这个大环境的竞争。那很多人都不知道说，那个藕断丝连是怎么来的哈？这怎么一回事？实际上这个就是藕断丝连了，藕断丝连。而用小经营休闲农场，除了进去做建设，还晓得用来大量投篮技术。关于种莲花，因正北部天时较唔稳定，将莲蓬剥开来，地度大的莲子同台南拍好的比唔得，太可以抢拍好3个1股。白河莲子，它可能就是说。里面这里可能有密密麻麻20个洞，20个洞的话，它可能就是长了20颗莲子。那在我们北部地区的话，一样的20颗洞，但是剥出来的话，像这个它就是空包蛋。既然产量同拍好比唔得，关于莲花产业均可以是休闲农业发展。19年来，对农场到关于启农会，韩国对 QA 桃园县政府到亚市政府都想推动全桃园第一个休闲农业区。网约上去年本来想要做的，一直望到今年农会做的通过关于莲花休闲农业区。如果休闲农业区成立的话，我们倒不怕，因为真的来看莲花的人还是非常的多休闲农业区一成立的话，这个整个不光就是只有种莲花，我们还有什么有机农场做蔬菜的有机的啦、锦鲤的啊，这里600甲的就可以做一些民宿啦。有关休闲农业的部分是我们市府市长的一个重要政策，所以我们现在为了让我们的农业来升级，我们非常积极的在推动我们的休闲农业。那我们也成立了休闲农业的辅导团队。休闲农业区之后，我们这个休闲农场这边可以透过休闲农业区带动一些人潮，把我们的观音的产业向多元发展让外面的人知道说我们观音区这边。除了莲花区之外，其他产业也可以加入进去。600家的休闲农业区，係講鼓勵種蓮花，帶動起來，唔單將關於的蓮花農有信心，為再過於成功，新屋嘅蓮花田冇天錯，沒有繼續下去。種蓮花的優惠條件要比稻作來得更好，鼓勵農民在這個600甲裡面認真的去種蓮花，讓這個蓮花開滿這個600甲的休區裡面在觀音這個地方綻放。那當你有種超過300甲的時候，你的農產品你的產量就出來了。進入家庭嘅情況，而家有休閒產業要政府又幫助我們，在輔導我們來做休閒休閒區哈，是會講做可能還有前途。我一樣還會做，因為這個是農場本來是休閒的嘛，我年紀也大了，我不搞這個也是沒有什麼，就種一些菜嘛，主要種菜然後休閒的東西運動主要針對自己的要求啦年紀大就運動嘛，小孩子不做我們自己做好像運動一樣，而且這景觀也不錯無論係種蓮花還是絲田，農地都要做得下去。雖然受到天時限制，桃園蓮花季將短短的2-3年，其他時間還係做得結合菜地環境特色，發展休閒農業，唔單將一款單一農場，
和祖地附近的可纳资源的景观，而莲花龟系主要特色，将祖地长长久久经营下去。